今次5月24號，星期六嘅海外賽事。好耐冇同大家做過海外賽事嘅影片，今次根據周三出嘅黃大仙賽馬籤文，嘗試同大家睇下周六嘅澳洲海外賽事，睇下會唔會又有意外嘅驚喜。大家好，呢度係賽馬靈籤，運用報紙嘅黃大仙賽馬靈籤，同大家解讀賽馬日心水。今期連海外賽事都會進行解讀。先同大家睇 S1 第二場，東奔杯草地2000米。先同大家睇靈籤，報紙對應第二場嘅靈籤係第27籤，天晴粉蝶翻伊晒。講起呢句籤文，不得不講，直覺一定係揀呢隻紐西蘭代表1號好天朗，對應嘅就係籤文嘅天晴。其次籤文所講嘅意思就係、人與物同，各得其意，便是快活。人亦應順應天時，順時順勢，便容易取得成功。聯想到嘅就係呢隻馬，澳洲代表11號浮動如水，能夠浮動之物，其一必然係水，所以呢隻我亦能理解為符合籤文嘅意思。再來亦有兩隻馬符合籤文嘅意思，澳洲代表13號轉亮機，轉者亦合光亮嘅意思。另一隻澳洲代表12號真蓮嬌氣，蓮者解蓮花也，出淤泥而不染，做人亦應如此，及要珍惜。先總結一下 S1 第二場東奔杯嘅心水解讀。根據籤文，先會選紐西蘭代表1號好天朗作膽，配腳有3匹澳洲代表，分別有11號浮動如水、12號真蓮嬌氣及13號轉亮機。S1 第一場2000米草地2級賽玫瑰錦標。先同大家睇靈籤，報紙對應第一場嘅靈籤係第二籤，枯木逢春盡發生。一切皆景，不必刻意去強求，順其自然，盡力而為，反而有意想不到的收穫。第一隻6號親親，所講嘅不強求就係男女之間，或者父母對子女之間嘅行為。第二隻15號聰明嬌，第三隻16號滿好。呢兩隻都係圍繞子女為題，能有子女或者係男仔女仔為子女，皆不能強求，只可順其自然。故此 S1 第一場2000米草地2級賽玫瑰錦標，提供3匹馬推介，有6號親親、15號聰明嬌同埋16號滿好。S1 第三場1350米草地3級賽香港賽馬會全球匯合彩池布里斯本賽馬會短途錦標。先同大家睇靈籤，報紙對應第三場嘅靈籤係第33籤，曹操雖有心謀計。籤文意思係做人事無大小，必要以光明正大，且心存正義，必可遠離小人。所選嘅為大家帶來3匹澳洲馬。第一隻6號煥發魅力，所講嘅就係行事光明正大、正義之人所散發嘅魅力。第二隻4號伯樂星區，光明正大之人，能像星一樣散發出光芒。第三隻10號堅定如山，作人為光明正義，必定以堅定為此信念，必然能遠離小人。S1 第三場為大家簡單帶來3隻澳洲馬，先總結一下，分別有6號煥發魅力、4號伯樂星區及10號堅定如山。最後祝各位朋友今次海外賽事好運。